桃园铁路地下化这环南地下道咧，对8月底就会甲这2条车道拢甲封起来，恐惊就会进入交通的黑暗期。机关是来要求铁道局就要做好车辆的分流甲配套，也那铁道局是回应讲会来缩短时间期，减少大家的困扰。桃园铁路地下化起点是新北市凤鸣站，终点是桃园平顶站。因应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平顶区环南地下道8月下旬要封2条车道，恐惊造成南桃园地区交通阻碍。机关招里长甲相关的单位现场会勘。要绕道，不方便没办法，那你要施工了，只要配合。原本要封闭这个环南地下道的车道。工程施工期是长达679天，他们希望浓缩到365天，那尽量缩到1年完成，把这个阵痛期缩短。环南路东西向地下道是南桃园重要的交通干道，是向新澳交流道、甲66快速道路，佮连接省道的关键路段。原地规划即马有的4条汽车甲2条机车道，2时开始分3阶段封部分的车道679天。议员要求做好车辆的分流配套。当初我们的要求条件就是维持通行以外，第二个在环南金陵路口，东侧的部分以及西侧环南民族路口部分沿线的替代动线的导引的部分一定要做好落实。针对民众建议伫老街溪畔做临时的钢筋便桥做代替道路，铁道局北部工程分局是回应讲，钢筋的便桥爱开2年，而且造价超过2亿，因是按算要缩短工时。伫封路进前也会做施工的工棒，甲民众讲。记者综合报道。